馬太福音27章，天降嘅事，所有嘅祭司長、老民間嘅長老參詳，為開始耶穌，佢哋將耶穌抬起來，寄送交本羅馬總督比拉多。出賣耶穌嘅猶太看到耶穌受天罪，就後悔，將30隻銀錢拿去還祭司長老長老，講：我出賣無罪嘅人，開始記，我有罪咧。佢哋應講：這係你自家嘅事情，老我哋有乜嘅關係？猶太就將銀錢發在聖殿度，出去吊頸刺殺。祭司長將錢攬起來講：這係血錢，拿來放落奉獻上係違法嘅。參詳嘅結果，佢哋同意拿這錢去買收費師傅嘅地，做埋葬外鄉人嘅墓地，安樣到今半日，大家還喊嘅地做血田。這件事嘅經過應驗先知耶利米所講嘅話。佢哋拿30隻銀錢，就是以色列人所同意為其付出嘅價錢，去買消費師傅嘅地，這是救主所命令嘅。耶穌企在總督面前，總督問佢講：你係猶太人嘅王麼？耶穌應講：這係你講嘅。祭司長老長老過佢嘅事，佢全部唔應。所以比拉多對佢講：佢哋講你按多事，你冇聽到希望。耶穌還係唔應，連一句話也冇講。總督感覺非常嘅奇怪。當然盼過節，總督會照慣例為太宗表一個佢哋所愛嘅囚犯。這時都好有一個出名嘅囚犯，按到耶穌巴拉巴。所以太宗取消嘅事，比拉多問佢哋：你哋愛愛為你哋表那個呢？耶穌巴拉巴呢？也係個稱作基督嘅耶穌呢？比拉多明明地佢哋係因為嫉妒將耶穌交本佢嘅。比拉多開庭嘅事，佢嘅本樣派人來見佢講：你千萬莫查跟異人嘅事。我全部在夢中，因為佢受盡勞苦。祭司長老長老告訴太宗來要求釋放巴拉巴，處死耶穌。所以總督問佢哋講：這兩個人當中，你哋愛愛為你哋表那個呢？佢哋就應講：巴拉巴。比拉多又問佢哋講：按樣，佢稱作基督嘅耶穌。我愛樣辦處理佢呢？佢哋全部講：將佢當十字架。比拉多問講：你到底做乜嘅壞事？佢哋喊佢太上喊講：將佢當十字架。比拉多看到這個情形，第假講也冇用，反轉為引起泡湯，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講：有兩人嘅血。唔係我嘅罪，你哋自家負責。眾人齊聲講：兩人嘅血債算在我哋老我哋子孫嘅身上。比拉多就將巴拉巴本佢哋，又命令將耶穌鞭打，然後交本人去當十字架。總督嘅兵呢，將耶穌帶入總督府，全粹攝合在耶穌周圍。佢哋脫下耶穌嘅衫，撈佢作一輛朱紅色嘅長袍，用呢嚟編一等顏料，撈佢帶定，拿一支藤條綁在佢嘅右手，跪在佢面前抹殺佢講：猶太人嘅王萬歲！佢哋又用後欄劈佢，拿藤條緊打佢嘅頭腦，抹殺說。佢哋將佢身上嘅長袍脫下來，撈佢作自家嘅衫，然後帶佢出去當十字架。佢哋出來嘅時，遇到一個古利奈人，名叫西門，就強迫佢替耶穌騎十字架。
佢哋來到一個地方，按到各角塔，意思就是條那學嘅山頭。佢哋拿參負擔嘅酒伴耶穌啉，耶穌啖一下就唔啉。佢哋就將耶穌當在十字架上，又出槍嘅來搬佢嘅衫，然後坐在嗰位裝訂佢。佢哋在佢條那嘅蛋糕按一堆牌寫定佢嘅罪名，也係猶太人嘅王耶穌。佢哋又將兩個強盜同耶穌扛下當十字架，一個在佢嘅右邊，一個在佢嘅左邊。對嗰位經過嘅人侮辱耶穌，搖頭講：你哋愛插升天，三人會將佢強姦起來嘅。你那係上帝嘅來嘅，叫你自家對十字架當下來啊！祭司長見學教師老長老也強樣刺手佢講：佢叫了騙人，三無法度救自家，佢係以色列嘅王哦，那係佢倆下對十字架當下來，我哋就信佢，佢依靠上帝，那係上帝隔意佢，倆下就可以救佢，因為佢是講。我係上帝嘅來嘅，同耶穌扛下當十字架嘅強盜也一樣受納佢。當主嘅時，天天烏暗，約有3點鐘久。到下晝3點鐘嘅時，耶穌大聲喊講：伊利，喇嘛撒巴各大尼。意思係講：我嘅上帝，我嘅上帝。你做乜嘅標題我？順條企定嘅人遇到聽到就講：一個人喊伊利亞。其中有一剎嚴師走過去，拿一堆海綿浸酸葡萄酒，然後踏在天橋上，愛拿本佢啉。其他嘅人講：等一下，我等看伊利亞會來救佢麼？耶穌又大喊一聲。就團起屍體，倆時掛在升天度嘅布梁，對蛋糕都帶下列做兩剎，太體陣痛，盤剎裂開，墳墓也開裂，千多個神嘅聖徒翻上過來。耶穌復活以後，佢哋離開墳墓，一批身上，千多人看到佢哋。將耶穌嘅軍官老兵呢看到天堂邊所發生嘅事，就太出人講：其實才係上帝嘅來嘅。在嗰位還有好多福音家遠企定看，佢哋係對加利利天等耶穌來服侍佢嘅，其中有馬太那嘅瑪利亞、雅各老約瑟嘅阿妹瑪利亞，並西比太兩嘅奶嘅阿妹。另外咪有一個亞利馬太嘅有錢人代，佢嘅名按到約瑟，也係耶穌嘅學生。佢去見比拉多，要求樹念耶穌嘅遺體。比拉多就吩咐將耶穌嘅遺體交本佢。約瑟領到遺體後，用強力嘅麻紗包好，並在佢新造嘅墳墓地背。呢墳墓係佢對石壁築成嘅，佢又將一堆大石頭斬過來，設定墓門，然後將離開。這時，馬太那嘅瑪利亞老另外一個瑪利亞坐在墳墓對面。聽一日就係禮拜六嘅早晨，祭司長同法利賽人向下去見比拉多講：太人，我哋要記得。該集騙人嘅老兒行生嘅時節，是講3日後我愛復活，所以請你下令嚴裝好墳墓，出到第3日，強迫佢嘅學生來將佢偷走，然後去對人講，佢對是復活咧，那係安樣，後來嘅欺騙會比先前嘅還加厲害。比拉多對佢哋講：但係一切為平時。照你哋所知妥當嘅辦法去做，佢哋就去用新辦法嚴肅墳墓，在石頭上加封條，
又命令卫兵装弹。